三叩首，迎来财神爷一尊，财神爷有黄金有白银，大元宝装满了聚宝盆，还有那珍珠玛瑙，样样皆珍品。接财神，接财神，财神老爷喜欢任何人。他不论是富还是贫。来接财神，接财神，接财神，财神可爱又可亲，又可亲。他更愿意下凡尘，做一个施舍的大善人。财神下